大家好，又嚟到我哋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呢，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面一啲嘅民生需要我哋去守望嘅。最近呢，澎湃新聞有一個咁樣嘅報導啦。4月1號嘅凌晨，武漢市報警中心陸續接到群眾報警，話呢有幾架我諗都係唔少嘅數目叫做蘿蔔快跑嘅無人駕駛出行服務嘅車呢，停咗喺路中間唔識得喐。咁有網友就話啦，自己被困喺呢個高架呢，接近係2小時。車門雖然可以打開，但係身處高架橋上邊呢，佢哋都唔夠膽貿然開門自行離開嘅。咁客服呢，俾佢哋嘅回覆係車輛駕駛系統異常，因為網絡原因導致嘅。最終呢，呢個網友呢，等到交警同埋蘿蔔快跑嘅工作人員抵達之後呢，順利離開。業內人士分析呢，呢一次蘿蔔快跑嘅車輛停滯，好可能係因為遇到突發嘅情況，觸發咗安全自檢嘅機制。咁呢個呢，係系統保障安全嘅主動嘅策略嚟嘅。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啊！天父，我哋好感恩喺今次呢個無人駕駛嘅即係事故嘅裏邊，冇後邊嘅車咧撞咗上嚟冇任何嘅人命嘅傷亡。但係我都懇求主啊，你即係讓當局可以盡快查明原因啦，亦都藉此檢視究竟而家無人駕駛呢啲嘅車輛嗰個安全嘅措施各方面係咪都足夠呢？我哋仰望你，你同心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下個禮拜我哋繼續一齊守望神州，希望你繼續參與，拜拜。